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早早。今日是礼拜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咱今日要来通过希伯来书来看安息日。咱再去要来请顺进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好，大家平安，让心来祈祷。之前天父，阮感谢你，佮赏赐阮全新一天的开始。像早一群较无学习你真理的一家人，阮佮到你的面前，要来共读圣经，听出你教导阮的话。感谢你，使阮知，若是有你伫阮的性命，阮就无惊吓，无孤单，有气力面对黑暗、挑战甲挫折。恳求主帮助阮，阮靠你的话来活，使阮一粒清气，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专心仰望你。互阮伫教会一家人内面，阮逐日互相劝勉，伫生活中除了领受上帝你的恩典赐福，阮也要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照着生命影响生命，阮将一切荣耀拢归予你。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门。阿门。感谢咱要来看今日的圣经节，是希伯来书的第3章后半段，咱要对第7节读到19节，要来请秀玲执事，带咱大家做伙来读。牧师各位兄弟，大家早。我来读经，今仔日的经文第7节。所以照信心所讲，今仔日恁若听上帝的声，毋通硬心，亲像恁的祖先伫背逆的时，伫旷野试探伊的日。上帝讲，恁的祖先虽然有看到我的作为，因犹原伫遐试探我，考验我40年久，所以我对迄世代的人生气，讲因的心失迷，因毋捌我的道路。我伫生气中立誓，讲因绝对袂当进入我所赐的安息。兄弟姊妹，恁着注意，才免恁中间有人心邪恶，毋信，直到离开永活的上帝。着趁也有迄个叫做今仔日的时，日日三款免，恁中间才免有人受罪恶迷惑，直到硬心。咱若坚守当初的确信到落尾，就诚做基督的同工。圣经安尼讲，今仔日若有听上帝的声，毋通硬心，亲像恁的祖先伫背逆的时安尼，听去上帝的声，抑阁背逆伊的是啥物人？敢毋是遐个摩西对埃及带出来所有的人？上帝对遐40年久对啥物人发受气？敢毋是遐个因为犯罪死伫旷野的人？这个背逆的人以外，上帝敢捌对人立誓讲，因袂当进入伊所赐的安息。安尼，因袂当进入安息，是因为因毋信。以上。感谢咱伫即个希伯来书咱搁来做一个简单的复习。第1章，上帝对人讲话，总是上帝毋捌讲的是天使，伊会当享受甲人共款的这个身份特权。天使是服务的神。第2章讲到咱着爱来听上帝的真道，特别强调那个道，迄个道就是耶稣基督，诚做完全的人。总是天使所传的道，另外那个道呢，是指托拉律法，是指摩西伫西奈山所颁布的这个法律。总是信父、信子、信神，互人伫即个道的顶悬无犹豫，清楚知影。这倒一个是完全的道。天使伫第2章咧比较耶稣甲天使，1章开始就咧比较耶稣甲天使，第2章是一个结论。天使袂当管辖万物，人是通过基督做上帝厝内的人，毋是通过天使。所以上帝找耶稣来救人，毋是救天使的人命。所以咱通过耶稣来降服所有的罪、所有的死、所有的黑暗魔鬼的权势。昨日第
3章讲到上帝家，特别是讲到中心的管家中心的罗卜，就是用耶稣来甲摩西来比较。所以所有上帝的受调的信徒，上帝囝儿拢爱思想，宣认耶稣是使者，也是大祭司的身份。上帝指派耶稣爱忠心，亲像摩西伫上帝的厝忠心。总是这个厝，摩西起起来是律法的厝，耶稣起起来是一个恩典的家，是一家人。所以基督比摩西有更较大的应验，因为基督才是起造者，甚至是世界起造者，甲三位一体上帝做伙起造，也是上帝伫地上的起造者。伊要讲的就是指教会，但是伊无用教会这个字，上帝一家人，包括所有信上帝的人。然后560讲到为了将来要发生的事、谈论的事，就是要传扬的事咧。咱拢爱上帝一家人爱做见证。摩西伊用仆人的身份，基督是用囝的身份。咱就是用仆人嘛，用囝的身份，所以咱爱有双重的盼望，爱坚持这个愿望，唔通只有做仆人，嘛爱做上帝的一家的人。咱会坚固，毋过基督做囝伫你上帝家。对所愿望的，咱若用确信甲勇气来持守，咱就是上帝家来的人。所以咱今对第2段，第一个重点更美的使者，看到4章13节咱已经看完了这个基督超越天使，咱嘛看了基督超越摩西，即嘛要进入最后一段，无信的人袂当进入迄个安息，这是一个警告。所以咱会当从第1章开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论述，然后呢就是教导，教导了呢，伊会甲你考肯，搁甲你警告。所以这个很适合给这个做父母亲会当用这种的方式，就是要教囡仔，你也先甲伊讲道理讲了以后呢，爱甲伊警告。这个警告意思可以甲伊讲往负面的最坏的情形。那无照安尼做的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所以即马对第3章的第7节到第4章，拢在讲到，咱若无将基督超越天使，安尼咱会拄到什么款的歹情形呢？所以咱甲放大来看，今日这个不信者不能进入的安息呢，咱看到圣经对这个热心的试探上帝人的警告是7节到11节。伊特别是用这个诗篇，用诗篇95篇，这个诗，这是被掳归回的诗然后来做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呢，包括讲，听上帝话的人，袂当继续硬心袂使继续背逆，就爱来顺探。伊个用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故事，这是犹太人他们都深知道的故事。因最后是安怎的结局，死伫旷野，袂当进入上帝安息。第2个就是袂当进入安息的原因是啥物？简单来讲，就是对上帝无相信。迄个相信是讲，上帝，我相信你为存在。这个不相信的关键。就是对上帝话的无相信，上帝你相信上帝，但是上帝讲的话无相信，安尼到底是信还是唔信呢？所以爱谨慎，爱彼此考肯，免得有人互罪来引诱，心愈来愈硬，然后就是背逆，无爱听上帝话，这是伫出埃及时阵所证明的。就爱所以即摆基督徒是这犹太人基督徒要安怎做呢？就要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安尼伫基督耶稣内面就有份有份的意思就当做同工，这个上帝做伙工作，做上帝家来人，但是呢，上界惨的，就是惹上帝受气。你既然已经认捌上帝，佮信上帝，但是对上帝所讲的竟然不甩他，惹伊生气，最后死伫旷野袂当入的。结论也就是因为无相信，然后呢后面这段后边可以继续讲到基督徒要进入的安息是什么款的安息，这个是真要紧的。明仔载咱来看这段
然后咱伫主日讲都嘛会分享这篇，然后伫后壁就是进入安息的劝勉口恳，所以这个伊这个作者安尼写呢，就是甲你教，然后佮甲你会使讲甲你吓，甲你恐吓，就是要你加强警惕，最后呢再给你呼呼的说说，给你拍手鼓励加油。咱来看这段圣经中间的几个话就是今日若听他，这是第7节的这个一开始信行讲，今仔日这是用诗篇95篇第7节到第11节，这段的圣经呢特别是这句话今日你们若听他，就不可硬着心，像在背叛之时。第这章呢，加这章第3章就出现2解，第4章嘛佫出现1解，所以伫这95篇的第7节，这个所在呢，伫希伯来书拢总出现3解这个听他的话，伊的原文是讲。听见他的声音，甲咱一般讲听话，迄个理解不是同款。听他的话是讲，你听到这个人讲话，听到伊就是听到上帝讲话，唔通硬心，还是硬心。这个硬心的意思就是指人内面迄个生命就顽固的，就硬，很刚硬，就是指内在。然后作者伫第1章的25、27节咯。咱回去看这个第1章的2节、5节、7节，也看到上帝通过囝甲咱讲话，然后上帝就讲，然后第7节上帝讲，所以都是以上帝做第一人做这个主体来说，说什么？说圣经的话。但是伫第2章12节，2章12节，这是耶稣讲，耶稣用诗篇22篇弥赛亚诗讲话。所以圣经有上帝的发言，圣经嘛有耶稣的发言。即摆咱看到第3章第7节，正如圣灵所说，照信行所讲的，这讲的嘛是圣经的话，所以嘛是圣灵的发言。所以咱有第1章、2章就看到圣经呢，有3位一体上帝拢在发言伫背后在发言。伫旷野后壁讲伫旷野惹伊生气唔通硬心伫旷野。来惹伊生气，这个就是指出埃及记17章第1节到第7节，这是啥物代志呢？就是因未到伫西奈山进行打出埃及尔，出埃及无偌久，总是呢因着伫遐为着无水通啉着伫遐来甲上帝吵，所以因伫迄个所在上帝就通过摩西爱讲石这个石盘叫水出来但是这个代志呢，拢做伫民数记20章嘛，佫发生过，所以伫民数记呢佫较惨，对出埃及记17章，因就已经惹上帝，到民数记20章呢，佫较惹上帝，惹到一个程度，但为着这个水的代志，无水通啉的代志，就无爱上帝有诶佫讲要转去讲伊是要死伫即个所在，无水通啉无一定会死伫旷野，但是无听上帝话就真正死伫旷野。所以因对上帝无明白、无了解，听到上帝声音，但是竟然无爱听上帝的话，无爱顺服伊，真正就死伫旷野。所以这是真不得的。因亚仙对上帝亚仙就是互相伊的伊本来文就是亚仙啦，希腊语有这个惹上帝生气的意思。所以因呢伫这个旷野第10节讲，因的心失迷，因唔捌我的道路，他们的心常迷糊，不知道我的道路。迷糊的意思就是行歪去这个旷野的路足多条的但是因硬要行迄条这就迷糊，有不忠心的意思。唔知影我的路这个咱的现代中文、现代台语拢把这个意思翻正确和本是翻成不晓得我的作为唔知影我的所做这个意思会有点跟原文较远一撮所以原文是唔知影我的路，上帝就是给伊一条路，这条路是要去对呢，要进入迦南地这个迦南地过去是以色列人要进入迄个流奶甲蜜的地。
即摆基督徒是要进入上帝迄个永远的天顶的耶路撒冷，拢有一条路，所以耶稣嘛讲，伊就是道路、真理甲活命。但是无明白这条路，就是无明白耶稣，无明白这条路，结果伫人生的旷野就惊歪去。好，啊，即马出现即个重点哦，95篇第11节，因袂当进入我的安，因袂当进入我所属的安息。即个安息伫即个所在，就是指遐以色列人，因袂当进入甲老年甲变即个地，所以那个安息在这个地方被指为进迦南地啊。诗篇95篇的第7节到11节，特别是第7节、第8节呢，伫犹太人的传统，诗篇95篇，咱若去看伊的这个背景，知影讲这是被掳归回以后才写的这首诗。这首诗呢，就是咱来向耶和华唱歌，然后呢，因的特别是祝棚节，佮有每一个礼拜安息日，安息日伫犹太人，毋是拜6开始。是拜5日头落山开始，因为一天的开始是对日头落山开始哦，所以犹太人的一日开始是上帝对黑暗中的创造，伊会纪念上帝对黑暗中的创造，用日头落山来开始。然后日头落山呢，因的安息日就是爱伫会堂来聚会，聚会一开始呢，因就来读诗篇95篇第7节、第8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草场的羊，是伊手中的羊。恁就爱听，今仔日就爱听因的话。你唔通硬你的心，亲像你的祖先背个的是伫旷野试探伊的日。所以这个犹太人的聚会呢，一开始就会讲到，恁的祖先爱听上帝话，唔通背个。但是呢，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个因足实的经节来警告因，唔通像犹太人共款。既然要来按会堂来聚会，也是即马希伯来书的背景。既然已经来到伫教会要来信耶稣，但是呢，既然连一个上简单的耶稣是上帝囝，都无爱相信、无爱接受的时阵，甚至还要走回头路，登去犹太人的会堂，安尼就会像这以色列人共款，死伫旷野，无法度进入安息。这个安息日呢，伫犹太人当中，因为 Sabbath Shalom， 就是安息日的平安。拜5的日头落山朝6点，到拜6的日头落山，另外什么代志袂当？即摆犹太人甲伊创较真复杂，因为因伫被掳归回之后，这拉比，特别是圣殿毁掉以后，这拉比无代志做，无圣殿通去，所以因就家己伫假期加了很多的袂当这个袂当迄个袂当咧，所以即摆犹太人还可以看到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这个安息日的规定但是等到安息日头一个就是对创世纪第2章先来看开始，圣经拢中文的圣经拢总有195个讲到安息，旧约就124个，新约71个。安息日是上帝互人的礼物，伫以西结20章所讲的。安息日也是一个界面，出来个20章第4届。然后为什么守安息日？爱纪念上帝是创造者，上帝的供应，上帝的美善，建造咱的信心，纪念上帝拯救，避办永远的生命，讨放上帝的祝福。所以这个安息日有真侪遮的正面的意义。原则就是停止无闲啦，这个工作意思停止无闲，咱咧平常是咧为着无闲，咱就无时间去好好甲上帝建立关系。上帝会当了解，因为人的无闲就是人犯罪，人才会无闲，无闲像阿当无闲去建造，夏娃无闲爱生囡仔、照顾囡仔。但是呢，伫安息日呢，上帝原来留一个祝福伫遐，互咱莫遐无闲，像咱即马。就是暂时咱的工作要无闲，然后来听上帝的话，所以安息日的重点是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先看到这时间的关系，安息的意思Sabbath 伊的意思，原来意思是休息，这个休困就是指身躯的休困，然后伊嘛当指 rest 就是停落来，暂停、暂停。停落来为目的是啥物？就是爱喘气、爱恢复、爱喘一下。
上帝用6天的创造，最后将人创造出来。上帝用真大的气力、智慧、才能，将整个世界创造交比较完整。上帝检查伊嘛认为伊爱休困，然后伊知影休困的要紧，伊嘛鼓励人爱休困，所以伊束缚伫第7日，迄日叫做安息日啦。所以其实是一本就是新约的希腊文的旧约呢，伊用 Sabbath 这个字呢，即马就是来说明讲，以色列人因经过430年流亡伫外面的生活，离开迦南地，结果去到伫埃及。即卖会当等到迦南地，摩西要带因出来啊，因为终于可以休困啊，伫外口流浪遮久啊，但是呢，就是要休困的这个时阵，今仔日竟然恁讲无爱转去啊，哇，上帝足气的。好，咱个继续看，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离弃永生神。第12节啊，就是免得恁任何人的内面有一个无信的歹邪恶的心啦。所以这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啦。这魔鬼呢，伊无出现，但是伊就秘伫人的心内面，就是一个意念、私欲。阮就喙大的，阮巴肚就枵的，阮到底摩西是要甲阮带出来害阮死伫遮，安尼黑白讲一句话，结果人的心受迷，结果就无爱转去，这条路就要放弃啊。所以这就是魔鬼所做，总是因这个邪恶心来离开这个永生神。永生的意思就是离开这个活活的上帝，因要去杀活活的上帝，要行迄个回头路。所以就要趁13节，总是就要趁要有今仔日啊，要有迄个叫做今仔日的，就是诗篇95篇的应用的。趁着还有今天，就是趁着那个今天，双引号，今天迄个字，恁耳刚听到啊，就是大概恁安息日会开始伫会堂听到诗篇95篇的特别第7节、第8节，迄个今仔日恁耳刚听到迄个趁这个机会，就爱把握啥物呢？爱彼此来苛刻，唔通受迷惑了。迷惑就是去用欺骗，爱伫基督来心，这个迷惑就心欺骗，然后心就硬，就来离开上帝。袂当伫基督内面有分，要安怎做？爱谨慎，才会当伫基督内面有分。这个有分呢，就是当甲做耶稣基督的同工咯。咱的现代中文、现代台语，拢已经翻过来这个字啊，做基督的同工。有分还是这个意思太笼统啊，所以这个同工同伴就是做伙分享上帝国啊，做工的得工匠，这是咱伫提摩太前书读到的，所以恁若听伊的话啊，就是实在只要听见那个听见，就是咱拍开圣经听到上帝的话，伫会堂伫教会听到上帝的话。迄个就是今仔日，迄个今仔日呢，唔通信的，就要想到这以色列人伫埃及所发生的代志，用确实的信心，应该有确实的信，这个确实的信就是基坚定的信念，爱坚持，使它不一样。头一个安息日 ，The Sabbath of God， 就是上帝家己的安息。创世纪第2章第20节，所以第1章创造了，最后一个创造就是人。人嘛是创造出来，人唔是安尼石头造出来，嘛唔是这个土块土啊安尼糊糊出来，是上帝创造人造物的工已经完成，就伫第7日安息，休伊一切工安息了。所以上帝的创造是一个句点或是一个逗点，也是一个分号，也是一个冒号所以这个安息这个创造的只有神学讨论，咱无伫遮解说。但是呢，这个头一个出现的安息，就是叫做他的安息，嘛当叫做上帝安息，是上帝家己休困，迄阵人嘛人的休困，原来上帝束缚伫安息日，所以上帝家己休困，伊嘛邀请人甲伊做伙休困啊。上帝休困伫圣经头一解讲着是人，不是产物直接来的，人不是为了人，是为了上帝啊。所以继续看第15节以后，这人以色列人惹上帝生气，就是起反啊，起叛乱，背叛上帝所以这进人呢，就是当摩西出来埃及的这进人，
是指所有的人所以不是这些可拉党抓上帝生气，是所有出来的人拢抓上帝生气，所以所有迄批的人拢死伫曠野。所以这咱伫教会原来会当爱知影，就是教会内面若是一个有人存着邪恶的心，起反起乱，无爱行正路，要行歪错去，安尼全教会的人拢会对这个邪恶的心做伙争论袂当进入迄个迦南地、老尼甲密的地所以结论这个安尼看来，于是我们看出这好像一个数学的演算，演算的过程，最后找到答案了。答案是什么？就是在无信是关键，无信就是无爱听上帝话，而且不是那个信上帝的信，而是对上帝的话无爱接受对摩西出来这一切人一开始拢是有信心，因拢就愿意跟对摩西哇，因安尼这个大包碎包款款的出来，但是尾因为人的邪恶心，一句话两句话，一改两改，失去一开始的信心，地到来背叛上。起反上帝对上帝无尊敬，死伫旷野，所以不是只有今仔日的犹太基督徒，包括今仔日的伫台湾的基督徒，全世界基督徒拢爱注意伫教会内，当你上帝通过摩西天使传伊的命令，今仔日传命令的是信父信子信神，还有这使徒第一手的见证人，因所传的是比摩西传的更较准确，上帝本身讲的话。律法是下落来，上帝他们转化转传，但是圣经是上帝直接的话，所以读者希伯来书的读者呢，听到上帝话，唔通硬心歪信基督，伊一条路，安尼会惹上帝生气。好，咱看今日的经章，今日的经章呢7到19，我就不再读了，大家继续多读几次叫我讲到两段话现行讲的，甲圣经讲的。现行讲什么呢？就是对7节到11节，讲到这段是去诗篇95篇，其实就是诗篇的古用，但是伫作者讲这现行讲的。另外15章呢，各讲一解，这也是诗篇95篇同款的，跟前面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讲圣经讲的所以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教训督责使人教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有益处。所以这些上帝分封的，上帝吹气的，所以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上帝话呢，咱要回应是爱谨慎，为什么要谨慎？还有爱安怎探究今仔日的事，爱互相劝勉。迄个今仔日就是咱今天又听到上帝的话，今仔日又听到的上帝话，就爱大家互相来劝勉上帝话，安尼才当坚持一开始的信念，因未改变就是我们这个起初的信心继续维持。安尼当做的时阵，咱就是基督的同工我们就是他的同伴，可以同享福分。但是呢，听到说背给伊的人，因惹上帝生气。这个小家上帝惹生气呢，就是这背叛的人所以很明确，上帝的标准是怎么样？不是你有受洗没有受洗而已，受洗要继续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你都是在上帝在审判我们。咱听到这段话，今日的信息，咱有要来遵守无？咱有要来顺摊无？有要好好来理解不？因为有的人是不理解而不能顺服所以我们要理解要明白，才能够真正的顺服。因为让享受的安息，每当进入迄个老米甲对迄个所在，是因为因无信他们不相信，不顺服上帝的话所以咱伫看到过去这背个上帝百姓，还有一群人是趁到要今仔日的百姓。然后要看到就是要避免的，就是迄个将来袂当得到安息的百姓。过去背给上帝的百姓，伊就是听到，结果要硬心。然后呢，因伫旷野，这个旷野是过去是荒郊野外，现在是人心。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世界都被圣经拿来比喻成为一个旷野所以咱伫旷野中间一直要试探上帝，试上帝就讲伊甲吐甲上帝生气卖闹上帝真正变面的时阵，因就是这种的情形
迷糊不知道路啊！去上帝啊，上帝，我即马要行即个哦，我礼拜二甲你请假哦，我即马小组祈祷会吼啊，我即马灵修共读哦，我有其他较要紧的代志，所以因为安尼吼，就迷糊一届、两届、三届吼，你要路就愈来愈远，就歪去。今仔日的百姓就是爱谨慎，避免即个无爱信的心哦。所以看要今仔日吼，就是要智慧。看今仔日要咧听到上帝话，听到上帝的声，好，咱就爱彼此相劝，天天哈，你有看到这个天天，好，到12章，好，就是讲你们要聚会哈，啊，不可像那停止惯的人啊，啊，就是讲咱的这个聚会啊，亲像玛纳一样，就是爱逐工的，啊，总是上帝嘛，互咱以玛纳嘛休困啊，安休日就进一工，哈，休能力的，好，要休息。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这就是看到要今仔日的百姓，将来袂当得到安息，就是听到个背个伊，然后因犯罪，最后因的心思啊，沉思在旷野啊，死在人生啊，死在今世，死在地上，然后没有办法去到天上，没有办法进入到永恒，这个就是跟以色列人的命运一样啊，你天上的迦南地进不去。就是死在地上的这个地球啊，躯体这个对象，因为因是无相信，又不明白愈过愈糊涂，结果离上帝愈来愈远，所以很惨的结局。今日的经句13章，昨天的金句我放错了啊，感谢同工的提醒了，是昨天是3章7节，今天3章13节。但是为了避免你们当中有人为罪所迷惑，心肠刚硬，你们要趁着还有所谓的今天的时候，天天互相劝勉，就趁也有迄个叫做今仔日的时，日日3款免，恁中间才免有人受罪恶威胁，直到硬心。咱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安息日拜六的时、休困的时，阮有缘会当来听你的话语，阮也听到你通过信息伫圣经所讲的话甲声音，这个声进入阮的耳孔，也爱进入阮的内心，伫阮的心内底爱好好注意，会当进到阮的心思意念，好好来思想上帝你的话，消化。真做对阮有利益、对阮有帮助的开纳，互阮的目睭会当看了清楚头前的路伫倒路，也互阮会当脚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正路，互阮的手会当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工。阮要甲耶稣基督做伙同工，要行这条耶稣基督的道路，直到进入天顶的老年甲蜜的迦南地。也愿上帝赦免阮的辜负，赦免阮无到遐的所在，赦免阮试探上帝、对上帝犹豫、怀疑的所在、不信的所在。愿上帝话提醒阮，互阮当回心转意。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阿门。大家平安。阿门。谢谢牧师。谢谢牧师。